稳，游过去了，游过去了，快点，不要紧张，快点。谢了。世界外你觉得你的蛋壳这样子，等一下一起很好吃的？没关系，可以来试试看啊。洗厝干、上市场，买菜各样上红帮，落做下做料理，好外用版味道重。今晡日啊，新人下来做厝，我去请5个来做好食嘅料理。夜摆啊，喺长久无看到嘅王品仪，老乡好交嘅好朋友喜双金，乡下大批爱出发去买菜咯。两位5年生嘅小朋友又去过农场绑菜，做种冬瓜糯米糍粑。夜摆啊，佢哋爱做嘅係金山鱼料理，唔知两位小阿妹诶有把握做得顺利完成冇？讨厌。你有没有吃过？不是，因为我被鱼咬过，我被鱼咬过，所以我不讨厌抓鱼。我也不知道。糖醋鱼，是许尚真画的，他熬夜画的。吴郭鱼、鲑鱼、旗鱼，还有鳕鱼，还有黄鱼。哇，难推，蓝色的。这次没有要用到鱼，忘记打了，写上去。啊。嘿，我这么提醒啊，这个就不用买啦。来介绍给他听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煮一道吧。鲜鸭蛋2颗。好了。活鱼耶，这是活的耶。我们先买南瓜，你在哪？啊，那里有一个，那里有一个，就是那个。老板你好，我要跟你买南瓜。南瓜。我可，那个南瓜还有别的种类吗？品种不一样，它这很个。多种啊，所以说这很多种啊。不过哈，就底下黄就可以吃的，就比较熟口，比较好吃。是的，你知道，你买西瓜也是一样，这个你就底下黄你不要轻轻的哦，那是还很嫩。那现在哪个可以？两个都可以吃吧？全部都可以吃的。炒菜啊，炒菜这个好了。但这是比较好吃的。哦，thank you。老板，可以请问你蒜仁是什么吗？这个叫蒜仁，这个叫蒜仁，这就是蒜我仁。们要买3颗3颗炒菜的。炒菜的，还是你要那个搅好的？搅好的话，那我们就不用再做了。对，你就不用打了，这个就直接放下去就可以炒。搅好的啊。可是它上面写3颗。没关系，反正到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做了。不用再打了，你就直接放下去炒就好了，这样够了。谢谢。还有什么？也就是说，杂货店会有柠檬吗？柠檬有啊，我们有柠檬。哇，一颗就够了。谢谢。自己还有什么？杂货店。这里。因为菜卖到一半，就只有迄款价的喏。内地啊，也下去市场买菜，对人用啥都太简单的啦。不过唔好唔记得哦，今晡日啊，还有特别嘅任务哦，还家继续去请下面的爱买嘅东西啦。电器产品。老板好。老板，你们这边有没有卖水泥的炉子？水泥的炉子，瓦做的炉子，没有水泥那就没有。就烤的炉子，就是可以，那这种可以烤鱼吗？对啊，木炭放上面啊，然后烧东西啊，上面那个锅放烤鱼。那你有网子吗？哦，网子就是这个网子啊。跟你讲了，木炭摆上去哈，然后你这样烤是哦，它关过边再烤。可是那个鱼是要夹在里面吗？你夹在里面。这给你。找真的来烤。烤真的啊！你看这样表演才会真的哈，这样上面哈刷一刷，擦烤肉酱，然后烤肉。烤好的话，你再反锅面这样。对，这样也可以烤。把它上呀，没钱。这个送你1个了，好，哇，太棒了！那这样几元？2个就送给你哈。便宜啊，伊咩收到太欢喜的啦。遇到今晡日啊好彩，遇到按到热心天数嘅调价，买了按到嘅东西，关键带定大包小包嘅材料，继续来去行业的起点咯。今晡日啊还有哪个做些厝干，每天大的，我准备出发咯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张舒涵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万大国小，我就读5年3班，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完成今天的任务吧。第二下嘅段條那麼細阿妹，係提白來賣菜都做下嘅做舒涵。聽阿妹講啊，舒涵已經期待我來做社畜官當久多，也拜啊我同佢鄉下潛食材嘅盤，強用咪係拖台北辦法，辦太貴少嘅強辦同好咯。杜老爺，为什么他叫杜老？因为他姓杜，然后我们都叫他杜老爷。注意安全哦，不要去危险的地方。他会杀鱼吗？不会。今天要杀鱼没？那就是啊。也做社畜官，看起來動有信心咯。唔過阿妹啊，條條有講，兩位細阿妹都喊問自家去買菜都做下嘅經驗咩？按人聽起來有按樣嘅信心，唔啲係奈未來嘅呢。寒假一開始就愛挑戰自家去做嘅轉來料理嘅困難任務哦。就是我平常会吃香鱼、无锅鱼、沙丁鱼还有白带鱼。你的无锅鱼长这个样子，你不是无锅鱼长得很丑吗？对啊，所以很丑啊！你看它很丑，非常丑，胖子。对，它真的还蛮丑的。我就是用网子，然后从后面这样，也可以用手抓。可是这样会滑走吧？比较容易这样。我们今天不是要用手抓吗？用网子捞吗？可是这样很容易滑走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也兩位社畜官開始本意有啲少呢，物計都唔啲，佢行做動嘅麼？也拜舒涵老辦法，為到宜蘭農場度做副書轉去做一出豐收料理。一個農場啊，除咗嘅，還有嚟當到其他嘅動物，本小朋友認識咯。鼓手啲種嘅之前，就田等農場啲都嘅阿哥送一下課咯。來，我們坐下來。這個不是杜老爺冰淇淋哦，好不好？你們直接一顆一顆慢慢丟。一顆。對，有沒有看到那個很漂亮、顏色很多的部分？那個就是一般俗稱的錦鯉啦，身上的花紋紋路很特別，每一隻都不一樣，有沒有看到？有啊有。那個是什麼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？那就是今天你們要找的主角啊。無鍋魚。對，好，接下來我們動作輕輕的哦。等它的魚啊，我們錦鯉啊，或者是無鍋魚連上來的時候，你們可以去摸摸看，輕輕的，因為仙草你比較小隻，你要小心，人不要掉下去哦。感覺如何？不舒服嗎？好恐怖哦！它太恐怖了。哪會恐怖？哎呀，都還蠻開始真實種嘅，超窩窩鹹鹹講，很得人驚哦，幾行做得到嘅麼？我想啊，你哋還係先攞一下身後咧，本農場阿哥，個帶得你哋認識一下，亞威啊，還有乜嘅水土生物咧？感覺如何？好冰的。冰冰的，對不對？有沒有看到周圍會有不定時、不定位冒泡泡出來的地方？比如說攝影師哥哥那邊的腳下，他腳周圍那邊有沒有看到？我們這個水叫做天然的地底湧泉，所以它的水溫其實蠻舒服的，都是維持在20度到22度。OK， 所以呢，這個環境是很天然的，適不適合生物小魚小蝦生活？我要抓一個。你要抓一個啦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小牛叔叔先教你們怎麼抓。你一開始就把我破梗了，來看一下，仙草生一個啦，來看一下，這樣子，啦，怎麼判別公的母的嘞？不知道。你拿起來看，你把它拿起來看，仙草你拿起來看，它左右兩邊有沒有對稱啊？就以整個扇形的部分，左右兩邊有沒有對稱？好像沒有，對不對？如果沒有對稱的話，基本上都是公的。所以這個是公的。對，沒錯。基本上它這邊比較長，這邊比較短，它就是算公的。那我們就開始，我們連土帶沙，撈起來之後，是不是都在裡面？用濾的方式把它濾乾淨，就用濾的哦。一定要這樣用。一定要這樣用比較快啊！趕快開始找嘍！我撈到了。不可以撈。不行撈人哦。我撈到仙草一枚。挖深一點哦，要用力啊！有沒有看到這一顆？哎，有哎，好小哦，好小。那個就是剛生出來的，可能還1個多月、2個月而已。那要把它丟進去嗎？你要不要讓它長大？有啊。好，讓它有機會長大，好不好？我要抓魚。你要抓魚是不是？啊，對啦，今天抓魚才是重點呢。舒涵
含老办法，看起来有一滴滴的把握咯。不过啊，看伊两三年的经验，农村阿哥小可能会做做到一条路线都还蛮做到呢。故说啊，特别带人聊到全兵复苏嘅水同度，可能啊会较贵。嘅存海啊，就看伊两三年的本店咯。我们的目标物在哪里？在那边。网子。网子要网子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这一只很大了，但是这是要给仙草的。我知道了。好，再来。我要做。你的。我要做。这你可以捞一个仙草上去都没问题了。来，杜老爷先过去。在这里哦。对，再过去。那个鱼它脸是一字头的。来，再往前。我希望你们抓到的是鱼，不是鸭子，好不好？来。我打到鱼了啦。你打到鱼。对。游过去了，快点，不要紧张，快点。血了。来，仙草从这边。来，仙草从这边。Oh my god！ 他们会飞哦，立起来。只要它游进去的时候，就把它抓起来了。再推，再进来，又游出去了，它刚游进去又游出来了。再一次哦，没关系，跳出去就算了。我们里面还有，好，慢慢的，2、3，阿强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，这叫什么鱼？食材可能用3天无的，虽然啊做到油得久，含金无咸，不过总算料到野摆料理嘅食材咯。提摆来卖出嘅小厨干，都已经做到5个咧。佢接来节目嘅先摆，偏言同送进，没爱输叫较夹掉嘅哦。根本啊，佢就爱去专业嘅养殖场地度卖香鱼、老青龙鱼。不过根本嘅天时无乜嘅好呢，又落雨，唔知还做得做到5个么？香鱼它是我们俗称的淡水鱼的皇后，因为它对水质的要求很高，氧气量要求也很高。像这个水车啊，它只要停了15分钟左右，香鱼就全部都死掉，所以它的水质跟氧气量要求是很高的。那为什么那个香鱼在这里的时候就一直跳？香鱼在吃完东西没多久之后，它如果肠胃有点不舒服的话，所以它在不舒服的情况，它会跳出水面，然后再往水面上拍打自己的腹部，让自己的肠胃比较舒服。这样，它是一个这动作。你闻看它的表皮，很香，没有错。有一个小玉西瓜的味道，有没有？哎，白鱼就很香了。它不像我们一般鱼的那种鱼腥味，对，它是有点那种淡淡的小玉西瓜的味道。有西瓜皮味。西瓜皮味。这是比基尼香吗？还会有味道？这个冰完之后还是会有味道，可是你冰久它一样，就是因为它主要味道是在它的皮肤表皮的黏膜这个味道。那你如果它鱼的表皮黏膜慢慢的变少了之后，它味道就变得比较没有。这个就是等一下喂鳄鱼用的。你就无通炒哦，野味啊，除太香还有本人看讲的乌龟，因为野味啊，是宜兰最大的香鱼养殖场，当年都有出产8人吨的香鱼，故所连小弟野味的动物要当幸福咯，当然都有香鱼做得食，看到安定野的乌鱼，便宜同送进，还做得按运动。你就用啥？等一下要做的鱼是迄比两乌鱼还较太味哦。我们等一下会去围这个鲟龙鱼啊，你们在这旁边稍微帮我们拉一下网子就好。我刚摔到一个东西，我刚摔一个东西。小心哦，它如果游在你旁边的时候，你动作不要太大。我刚摔到它了。动作大，它会吓到它，它就会冲撞哦。为什么要围网子？围网子才有办法抓住它，抓给你们看的。好飞哦，整个裤子好紧哦。送进唔系节目一开始就讲佢青老鱼的咩？因为亚下看到青龙鱼会变到暗痛咯。青龙鱼啊，要学到暗太味，要加10年的时间来照顾。故所送进啊，你唔好贴痛的哦，也条青龙鱼可能比你还较无蛋呢。它好大只哦！你为什么这么怕啦？你看它的嘴巴，
它的嘴巴是没有牙齿的，所以你手伸进去，它咬也不会痛。你看，你手伸进去，它咬你的手不会痛，因为它没有牙齿。它没有牙齿。它吃什么？它只能吃沉在水里的食物。你们两个要抱抱看吗？好，我要抱。都怎么抱？你摸它头就好了，可以摸它头。另外一只手放这里，轻轻的扶着它的肚子就好了。松真罕用哦，不过便宜啊，已经吓到把转身走退咧。差不多爱买个鱼的，两组都要来准备煮菜咯。今晡日啊，迄仲有3先生，爱同两组洗厝干抢下来煮菜。苏咸老办法，爱煮的迄凤小福笋鱼，便宜同松真啊，出题爱做金沙青龙鱼，我爱同大家抢下配香喷喷的香鱼，本大家食。掠3出鱼的料理，今晡日啊，听说做得吃到饱饱哦。首先我们要料理南瓜，然后南瓜要先去籽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子？为什么？你不要太用力的把那个可以用的肉都挖掉。你刮干净，你刮干净，我要你刮干净。好，这样 OK 了。只有一个哎。然后，好把籽这个籽去掉。好硬哦。对，因为它很硬，所以因为你这样子你会比较好去皮。然后因为我们要那个用水把它蒸熟嘛，所以你们可以先切成小块状，它等一下会比较快熟。好，剩下的给你们处理。是啊，你切吧，切吧。珍珍，你不要在旁边画修好不好？你要动手一下。你去掉的皮可以做1碗南瓜料理了。卢拉嘞，把你们的南瓜放进盘子里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是转大火给它煮熟。先把2颗咸鸭蛋去壳，这个我教你个方法，要把肉全部都敲了之后有没有？因为它的那个壳会跟那个肉粘在一起嘛，你可以稍微搓一下，然后你可以剥蛋壳了。好，它碎掉了。你觉得你的蛋壳这样子，等一下一起很好吃的？没关系，可以来试试看啊。然后先把那个蛋白，会不会太咸？直接吃不会哦，那么厉害。含鸭卵切碎过后，姜麻要切到幼幼碎碎哦。不过二条量的专心切菜，我要关心一下背肚嘅饭瓜，唔好留水分都煮糟体咧。两个伙子已经开始做料理，后尾苏咸老办法，我要来处理食材咯。好，那谁要负责切开它的肚子，在它的肚子上面画几刀？猜拳，输的还是赢的？先讲好，输的还是赢的？输的痛。输的，好，输的切。好，输的来杜老爷。哎，不用在他的肚子这样划刀，我们是要在他的身上这样子，然后一边割3刀，平均哦。你有没有用力？好，再1刀。你们是第一次碰鱼吗？不是。好了，面粉，然后先炒你在那个鱼的2面抹薄薄的一层，好，把它用拍上去。为什么要抹面粉？抹面粉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先去煎嘛，然后它的皮这样会吃起来比较酥脆一点。好，可以了之后，我们要开始煎鱼咯，因为鱼很会喷哦。你们放鱼的时候就从旁边滑进去，然后不要用丢的哦，因为用丢的它可能会弹。好，杜老爷勇气十足，好，从旁边滑进去哈。你可以鱼头先下去啦，因为头比较重。你的头卡在这里了，你有没有看他在看着你？说为什么你要让我在这边这样直直的？哎呀，因为行爱先生来聽書呢，也下只愛先攞魚皮剪到酥酥的就做得咧，唔好本佢出火燒咧。先來看一下片兒同松煎，佢條東東啊，老家下已經整熟嘅飯瓜，表面軟黃，還有一絲絲的香油，攪攪向下偏做用。沙丁啊，過落魚嘅溫嫩嘅飯瓜用，嗰個麵粉落鍋起泡，撒下來就搞半要兩撒，專心攞魚嘅泡熟咯。另外一片愛煮鳳燒魚嘅洗醋乾，魚嘅煎好些咧，愛開始來鳳燒咯。
好，然后那个姜片，来，我先放下去炒。然后热了之后，你们要炒到那个香气出来啊。好了，好，先炒来，好，是一起那个爆香炒一炒。不是头跌下去。好，让它滑下去之后，来，我先稍微加一点点水。先炒，把那个凤梨的豆酱倒进去，全部倒进去哦。它除了那个黄豆豉的味道之外啊，因为它是跟凤梨一起做的，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酸酸甜甜的感觉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加一点米酒，来倒米酒，还不用，现在先倒米酒。要倒多少？大概是喝1大口的量，你让鱼喝1大口。再一点，再一点点，好，然后还有酱油，大概也是1匙的量，1大匙的量，好咯，我们要稍微大概让它这一面煎个2分钟之后再翻面，我们再加一点水进去。野醋凤烧鱼的料理，留调味料都共伊买都够好，就要留火准些，过留鱼的表面。本鱼身都有温度中，就做得全部盖翕熟。从野白嘅附送鱼的太细，差唔多啊，稍微翕1分钟就做得咯。蒜头末跟姜末，姜末加1半就好了，蒜头末可以全部下去。好了，好，炒一炒，炒到香气出来，你们那个金沙就可以下了，可以下去了。好，炒一炒。你们看它已经开始在冒泡泡了，冒泡泡寻龙鱼可以加下去了。直接拖下去就好了。好，炒一炒。甜鸭蛋的味道。来，杜老爷跟仙草，因为我们是要做盐烤香鱼，所以有一个调味料很重要是什么？盐。好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在上面撒上盐，好吗？抓一把，然后这样撒。你有没有自己可以控制盐的量？那现在我们要把鱼夹进去烤。好啊，可以加一条。都被冲掉。把它们撕下来。那就是稍微让它夹着烤。好可怜哦！开始。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油滴下去，所以等一下可能火会比较大。火大的时候要拿起来，火了应该拿。哎呀，唔记嘅唔好死固定微滚。虽然啊，是要留香鱼配蔬就做得熟咧，不过咪係真困難嘅哦。可以同注意控制火炭嘅火勢，咪愛看魚嘅油水麼？有時候唔對啊，愛好好用心恰當，才會有好食嘅香魚哦。好，那你們先吃金沙尋龍魚片，會太鹹嗎？還是不夠鹹？剛剛好。仙草跟杜老爺喜歡吃這一道。那金碰皮呢？你們比較喜歡吃誰的？這個比較甜。這個有個怪味道。那就是那個啊，金沙的味道啊，碰皮。這個香魚。你也是最喜歡吃香魚，那原因是什麼？沒有原因。他說他現在比較想吃飯。沒有飯。哎，所以吃起來有小魚氣爆的味道嗎？沒有，只是聞起來。